打了2年多了，何必啊还要那么坚持下去，养我这个1、2万元的俘虏？你看，这不是1、2万元的俘虏的问题，2个人的俘虏啊也要争。不是我们人口多，几万人丢掉就不要紧，1个人也不能丢掉。时间要打多久？我讲我们不要做决定。或者是到了门，以后是有20后耶，或者美国的将来的什么政策，由他们去决定。就是说，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。一次打到完全胜利。